黃河大合唱簡介。首先，我介紹作曲家冼星海。冼星海喺1905年出生於澳門一個疍家嘅艇上，身邊一無所有，只係有星星同埋大海，因此呢，佢被取名星海。佢曾入讀北京大學音樂全集所同埋上海國立音專，後來呢，就去咗巴黎。首先呢，就係半工讀，就以優異嘅成績考入好出名嘅巴黎音樂學院。學成之後呢，1935年就回國投身抗日嘅戰爭。1940年呢，佢化名黃訓，大肚王嘅王，就教訓嘅訓，就去莫斯科，為咗抗戰紀錄片《延安與八路軍》進行配樂同埋後期嘅製作。第二年呢，1941年就德國入侵蘇聯，就戰爭爆發，佢就被滯留喺卡薩斯坦嘅奧馬迪，生活呢極其艱難。嗰陣時候呢，就獲得著名嘅指揮巴卡德莫夫同埋佢嘅家人無私嘅救助。期間呢，冼星海創作咗好多作品去支持卡薩斯坦人民反呢個法西斯嘅戰爭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，身患肺病嘅冼星海就被送去莫斯科嘅 Kremlin Hospital 醫治，就終於1945年10月30日病逝於莫斯科，享年40歲。1983年，嚇死蘇聯38年嘅偉大人民音樂家冼星海，終於可以回國，安眠喺廣州白雲山一片6000平方米嘅墓園裏頭。廣州番禺呢都有一個冼星海嘅紀念館。冼星海呢一共作咗成1000首嘅音樂作品，但係傳世嘅呢只有250多首。佢仲有30多篇音樂論文。好，現在我講講呢個黃河大合唱，即係 Yellow River Cantata。1938年嘅秋冬天，冼星海呢就跟住呢個抗日部隊行軍到大西北嘅黃河岸邊，中國雄偉嘅山川，士兵英勇嘅身姿，高漲愛國嘅熱情，俾咗佢好多靈感，就譜寫咗一篇大型嘅朗誦詩，叫做《黃河吟》。後來呢，就改寫為《黃河大合唱》嘅歌詞。1939年3月，冼星海呢就以黃河做背景，就只係用咗6日嘅時間，就完成咗《黃河大合唱》嘅樂曲同埋伴奏音樂。同年4月13日呢，就喺延安陝北公校嘅禮堂首演。呢部作品呢係歌頌咗中國人民抗日嘅鬥爭精神，激動咗無數青年走去抗日嘅最前方，對全國抗日鬥志起咗極大嘅鼓舞作用。1941年，冼星海喺蘇聯嘅卡薩斯坦嗰時候呢，就重新修訂咗《黃河大合唱》，就成為交響樂合唱，就共有8個樂章，成為中國現代大型聲樂創作嘅重要作品。1968至69年呢，就由邱恩成中主持集體將呢部音樂史詩改編為《黃河鋼琴協奏曲》。
1970年5月1日，甄承宗就喺北京民族文化館就首演，就分為4個樂章。現在請大家欣賞羅超眉同我嘅《黃河頌》鋼琴4首。多謝大家。